咱的友邦国海地即摆的情形，民众行过街仔路，就要甲双手压起来，表示家己无武器，较免互军警来攻击。 海地军警即马是真高压，随时拢有可能开枪来自保。根据美联社报道，海地乌道的武装分子已经控制首都太子港8城的地区。顶礼拜六，武装的帮派分子阁攻入这个家屋，造成大刀角。这个家屋原本的设计是关700个人，去年2月已经关3687个人。 Pendant nous tout abdomen de cellule, nous avons des coups de balle démarrés, barrière cellule à bracher. Moi-même, je suis dans la cellule, moi-même, je suis dans la cellule là. 这个犯人有的互拍死，也是趁机会逃狱，最后剩99个人无逃走，其中18个人互指控是谋杀前总统摩伊士。因表示因无犯罪，嘛无谋杀前总统，所以唔肯逃走。 这个人唔肯走，啊那一般的民众是带一家大细来逃亡外地，因为因的总理亨利讲要举行大选，行政移民，煞一再讲白贼，所以海地乌道就借口要推翻总理的政权，兴兵作乱。 Quelle que soit catastrophe qui arrive dans le pays, c'est sous compte ambassade américaine, c'est sous compte ambassade Canada, c'est sous compte ambassade la France, parce que c'est eux-mêmes qui campent Ariel Henry. 美国、加拿大和法国驻海地大使馆，若是想要介入这场战争，恐惊就会成做后一个互攻击的目标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